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5拜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即马社会上性骚扰的案件直头爆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即马是指控新竹市前议员，嘛是即马行政院政务委员、政务顾问的新老国际董事长陈鸿辉。讲伊2当前捌性骚扰一个上届已经结婚的女性，陈鸿辉是伫面册背回，嘛强调这是一个人格谋杀。伊强调伊讲伊愿意接受调查。但过即马，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已经随改改聘，而且嘛成立性平小组要展开调查。新老国际董事长这个职务，即马伊已经嘛互停职。他说，如果郑鸿辉敢提告，他就敢公开站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接讲出行政院顾问，也就是前新竹市议员陈鸿辉，甲一个已经结婚、上届女性性骚扰。游淑慧接到受害女性界真情，伊讲2年前去甲正上届朋友食饭，头一届见到陈鸿辉，一个人食饭饱了后散摊去唱歌，受害者提早离开。陈鸿辉讲，伊有司机会当顺路甲载，煞伫咧车顶硬甲针，抑阁甲伊的相识器骗出来，想要甲受害者卡来手来。跟他讲这里是马路边，好不好？他居然马上示意要司机立刻开车找一家汽车旅馆，我心里更害怕了，心里想，如果被载离这里，那自己将会更危险。我只好欺骗他，说自己生理期不方便。他听了后便说不方便啊，那改天好了。受害女性离开了后，心内感觉真惊吓，唔敢接陈鸿辉的电话。想要把这件代志放互袂记哩，不过不满陈鸿辉伊是加害者，因过抑阁发文反对性骚扰。今年5月底抑阁做新老国际董事长，即马性骚扰的争议持续伫咧拖，所以决定公开这件代志，避免有更较侪人受害。陈鸿辉加入性骚扰的风波，暂时伊伫咧人面册发4点声明反击。伊强调讲，伊毋捌违背女性的意愿，做出任何无适当的行为，嘛讲无签名政治指控是人格谋杀。反抗游淑慧个人选情困难，用无证据、无当事人出面的方式来解自污，伊愿意接受司法的调查。不过，因为陈鸿辉有行政院无极职政务顾问的身份，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讲，伊的行为无符合社会对这个应有职务的期待，除了随改改聘，嘛成立性平调查小组，来查明事实的真相。发现呢，这已经不符合当时我们聘用他的这样的规范。所以呢，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呢，先予以解职。我也在立刻呢，请我们的交通部长呢设立了这一个性平调查的小组，那对这个事件呢，务必要严查事实。针对陈鸿辉才担做中华电信子公司新老国际董事长，交通部长王国材嘛遂下令，甲陈鸿辉停职，讲会采取上较严格标准，交予中华电信组成调查小组，指控若是事实，会随改洗头路。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稚园饲药啊，这个案件，市长侯友宜拜二的时是亲身去议会做专案报告，而且嘛有接受议员的质询。侯友宜是批评讲，即摆有人挑故意黑白咧抹黑。新北市政府嘛强调，司法调查和行政调查是同齐进行的。新北幼儿园的饲药案引起关注，新北市长侯友宜13主动到市议会接受质询，外界认为讲伊的策略即嘛是反守为攻。侯友宜早起嘛，佫一摆批评讲，一个人士是故意甲抹黑。新北市政府嘛继续开私立幼儿园司法案件的记者会，除了佫一摆甲事实厘清，嘛继续对一寡谣言强烈反击。所以这个案子有2大部分啊，一个是司法调查，一个是行政调查。不当对待当然包含疑似喂药跟疑似不当管教，就是在5月15号当天同步启动行政调查。不仅不要制造假讯息，听到假讯息，请确认过后再从您的嘴巴说出来，
尤其是我们的院长，甚至是副总统。国民党的议员叶元之林国春是表示讲，民进党讲家长4月就通报是假消息，造成社会紧张，应该喺随上班。对这海山分局已经主动联络2个人，因拢表示讲正在整理证据。但是民进党议员戴伟山同款伫面册发文讲，囡仔证实红是芭比妥，专案报告根本都是侯友宜和国民党议员在串供。孩子验出芭比妥是真的，家长的愤怒跟恐惧也是真的。幼儿园为什么隔22天才有进去入园检查？那所有的市政相关的调查报告在哪里？另外一方面，传出红园坊抬掉的监视器画面，有疑似教保官对囡仔来体罚。新北市教育局讲，若查到是真的，一定会严格来处罚。照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行为人上悬会罚款60万，而且规世人拢袂当阁做教保服务人员。记者综合报道。那桃园是有一间幼稚园是传出查甫老师有查甫囡仔和查甫老师性骚扰，议员即马要求教育局爱去调查。这间幼稚园是表示，这个查甫老师感觉伊真冤枉，已经家己死头路。幼稚园嘛讲，查甫老师伫幼稚园内底确实是较介入，囡仔若有需要、有需求，囡仔是要抱还是唔抱，拢有话讲。桃园一间幼稚园团讲，女学生和老师性骚扰，查某囡仔妈妈甲议员讲，囡仔转来找了，看起来心情正歹，抑个出现退化行为，突然间讲要食泥水啊！一问才知影讲，查甫老师敢若是假借讲衫正水，伸手伫咧囡仔的胸腔甲腹肚之间扫，囡仔无爽快。孩子在学校被男老师称赞胸前的亮片很漂亮的名义，来抚摸女幼儿的肚子到胸部停留多秒的时间，孩子感到很不舒服。事实上，这个老师已经是5、6年的老师了，对，所以他自己自愿就是先离职，然后来被调查，他会去性别平等委员会说明。针对这件案件，议员要求教育局积极调查，继续追踪并且辅导查某囡仔的心理健康。幼稚园也讲，这个查甫老师已经辞职接受调查，也不过感觉真冤枉。讲到查甫老师伫咧幼教现场的困难，正如囡仔若走来要摸老师，到底当该抱也是袂用抱，若是无抱的讲老师无爱囡仔，抱落去又搁讲性骚扰，希望这场会让优先查甫老师定出一个标准，协助幼儿转接至邻近的幼儿园。那针对幼生的部分，后续也将安排专业的辅导人力来协助心理辅导。教育局讲，经过调监视录影带，教保员确实有拨囡仔衫顶头的亮片，针对是毋是有不当的接触，已经开违法事件调查处理信息小组会议，讨论决议受理，也提请认定委员会讨论。若是有违法，将会依照规定处幼儿园加教保员罚款，或者是参考认定行为人1年到4年，或者是终身拢袂当伫咧幼儿园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行政院推动通勤月票，北中南3大生活圈拢有。今仔日有资本的民众就会当去有资本的通路领到月票啊。7月初1会当开始使用。行政院是表示，按算未来逐个月会有60万人，今年会有800万人至1100万人会当减轻交通的负担。台铁台北车站卖票窗口加开服务柜台，7月初开始，专用窗口会使卖通勤月票，也是加值。6月10号开始，超商有卖通路开始卖。行政院估计，3大生活区月票开始卖，每个月对60万通勤族有利。我去实习啊，可能就是一天就是要差不多120，但是如果就是我用了这个通勤月票的话，可能就只要一个月就是只要1200。应该不会，因为因为我本身不是这边的人，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习惯就是搭公车。以这个数字来讲，那么大概最多是达到了3折，一个月假设是这个4000元的交通费，会降到1200块。3大生活区月票首先实施，贵人台北新北桃园定价1200块，比即阵双北通勤的月票也较俗，包含台铁甲客运、台中中华南投、台中市民票价699，捷运台铁公车顶公共运具拢有包含，南高屏定价是999。除了陆上的车辆，渡轮也加入去上多元。交通部讲，其他各区的方案会一一来审理，也协助完成票证的整合。
后续还有9个县市现在已经跟我们工总也提出了申请我们也赶快来审查，也让他们如期上路。交通部讲，即摆三大生活区的通勤月票方案，除了会使使用原有票证的卡片，直接买以外，也使用100块买一摆特别设计 T-Pass 票证的卡片。票卡伫完申记名了后，会退回100块的票卡费。未来伫台铁甲各捷运站甲指定的通路，拢会使加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黄酸雨方面的影响，各地拢熬上大雨，同齐来看温度。因为黄酸雨方面刷向北平，加上西南风增强，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咱全台湾拢熬上大雨，也是落雷公雨，而且中南部雨会较粗。即阵佫拄着大涝、晚涝，所以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乡亲就要设置海水倒灌做大水。气象局伫今仔日嘛有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嘛要提醒乡亲爱设置单雷公透强风。另外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会比昨昏较凉淡薄啊，毋过无落雨的时，会是同款感觉较翕热。各地高温大约是28度至29度，若开始落雨了后，温度就会降低，温度会到24度至26度。来看南方澳的渔民，最近有抓到真罕见的事件，深海鲨鱼刮布林鲨，有800公斤重，这是咱台湾目前抓到上界大只的。这只鲨鱼的腹肚底，也有6只鲨鱼仔囝，也毋过拢已经死亡。这鲨鱼仔囝是险险啊，互餐厅买去煮。经过台湾海洋艺术馆去争取了后，即马已经把这鲨鱼仔囝买来做标本，要整做教材使用。一尾真大尾，而且有尖牙，外形真特别的鲨鱼，互南方澳渔船抓到了后，运到鱼港内底。经过测量，体长有2公尺半，体重800公斤。腹肚内底有6尾小鲨鱼，伊有外形真特别，又搁真少看，引起袂少民众来看，大家议论纷纷。别讲100年了，几十年、30、10年嘛无看这个，莫看都一样。经过专家认定，这尾鲨鱼是加布林鲨，学名是欧氏尖嘴甲非保育类动物。规身躯皮肤半透明，身体粉红啊色的，因为头壳敢像加布林这种妖怪，伊佫称作恶魔鲨。属古老的鲨鱼家族，存活伫水深200公尺海域。最近，互南方澳渔民用放流的方式抓到。这只非常特别哈，可能这只是近几10年来抓到唯一最大的。因为目前我们台湾海洋馆有这个鱼，但是比较小。这尾加布林鲨甲鱼仔囝原本差点互餐厅想买要煮食去，经过台湾海洋艺术馆争取了后，甲伊买落来要制作真侪标本，有价以后会伫台湾海洋艺术馆展出，当做海洋教育的教材。那虽然目前不是保育类的物种，但因为非常的罕见，我们也是不建议说渔民去进行一些捕捞的行为。官府讲，加布林鲨虽然毋是保育类动物，也毋过因为真少看，无建议渔民来捕猎。放流这种掠鱼的方式，甲海底生物无论大小尾是一网打尽，一直拢有破坏海洋生态周期。中央法规只是规定，离岸3海里禁用，安怎伫生态保育甲渔民的生活中间处理平衡，推动修法，也需要社会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和中国的外交部长通电话了后，两个是在讨论保持美中交通管道的重要性。另外，美国国务院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随着伫昨昏宣布讲，布林肯18至19会去中国访问。这嘛是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0月份去中国访问以后，美国即马搁一届有最高阶的外交官去北京访问，伊敢会甲习近平见面，目前也毋知。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的众议院昨昏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嘛讲这个法案未来台美在签署任何协定之前，拢要先经过各国同意，政府袂使家己大主大意就签署。毋过根据了解，咱行政院新认为讲，这敢若需要送立法院去查照，这是引起在野党立委的不满。继续关心《自由时报》，检调侦办 IMB 诈骗案，目前包括主嫌公司负责人詹耀峰，也有伊的老爸詹明雄，加强有5个人防守禁检，公司管辖的甘苗金进前2届交保，也毋过台北地检署搁一摆传伊出庭了后，是认为讲伊有脱产，也有串证未证的记录，所以第2届向法院申请羁押禁检，昨昏法院是裁定收押。
国际新闻来关心希腊南部海峡，国发生难民船冰船的意外，已经造成79个人死亡，也有几百人失踪。这是今年上界严重的难民船难。伫咧南部海岸，船一台一台来来回回，船顶载是冰船的移民船被救起来人，医疗单位也伫咧岸边待命。当局表示，有真侪人已经不幸死亡。这台船是自利比亚出发，打算要去意大利。乘客大部分拢是来自埃及、叙利亚加巴基斯坦。欧洲一个救援团体讲，这台船长30公尺。联合国家救援团体讲，船顶差不多400到750人。Πολύ φοβάμαι ότι θα είναι και μεγαλύτερος γιατί ήταν μεγάλος ο αριθμός των επιβαινόντων στο σκάφος, πολύ μεγαλύτερος. 海巡單位官員講，13就看到這台船伫咧划希臘海峽嘅公海頂頭。意大利官員有經過希臘，而且向真濟單位，包括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聯合國難民署回報講，甲板頂頭一個船艙內攏客滿人，而且攏無穿救生衫。海巡講，因有甲這台船講會當鬥3工，驗過因外。在4透早，這台船的引領過江，船頂嘅人出現騷動，船向一邊偏過去，尾啊規台船就變過去。被救起來人講，船頂坐水台船逃難。Greece has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on this is to crack down all these people. 2012年，利比亞獨裁政權在北約軍事干預了後，更加無安全、無穩定，真濟百姓攏想要逃走，形成一個偷渡網。因為希臘是中東、亞洲一個非洲的難民，坐船要去歐洲大陸的上主要路線之一。移民的問題已經對因國家造成嚴重的危機。政客為這件代志在咧辯論，嚴格控管，同時指控聯社集團無顧人命。根據聯合國嘅統計，今年估計有上千人在咧地中海失蹤或者是死亡。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美國前總統川普涉嫌把國家機密文件藏起來，伊即馬是予聯邦法庭以37項罪名起訴。這是美國史上頭一個被起訴的前總統。13時，川普有出庭，不過強調伊是無罪，因為機密文件牽涉美國核子武器的計劃。當地媒體就表示，川普若真正被定罪，恐驚要關400年。美國前總統川普因為卸任了後，查找真濟國家機密文件，還閣對找文件的官員講白賊，去予聯邦法院以37項罪名起訴。伊13去邁阿密聯邦法院出庭，是美國頭一個予聯邦起訴的卸任總統。I think it's going great. I think it's a rigged deal here. We have a rigged country. We have a country that's corrupt. 川普伫法庭頂懸堅持家己無罪，不過根據起訴書，川普伊無經過授權，佮家己保留各項文件，其中還閣有涉嫌美國嘅核武計劃，還閣有國家嘅安全。這文件毋但放佇川普佇佛羅里達海鷗長園嘅國大，伊還閣摕互訪客看，恐驚會危害到美國國安。同起訴對象還閣有川普一個私人嘅助理，涉嫌協助川普藏文件。The arraignment ended without his travel being restricted and without him having to surrender his passport. He did not enter a plea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local counsel present for today. 川普伫3月份才因為支付驗車的封口費這個案件，予紐約曼哈頓地區的檢察官提出公訴。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即便聯邦起訴，若是講全數定罪，川普會罰925萬的美金，上懸的期刑有可能判到400年。目前，川普還閣辦批要來爭取2024年總統大選共和黨的提名，而且民調有煞咧領先其他的競爭者。聯邦法庭外口嘛組織真濟支持川普，因要來表達關心，不如個冇反對者因正激動咧抗議，上尾去互警方掠去。公司新聞牛燕編譯。來關心聯合國難民署發布年度報告，講到去年底全世界有路無厝的人比頂一年增加1900萬人。難民署嘛估計講，因為即陣蘇丹的內戰，到今年5月份，全世界有路無厝人口已經超過1億1千萬人。聯合國難民署在當地時間14發布年度報告，指出到2022年年底為止，全球因為戰爭、迫害、暴力甲侵犯人權而造成的流離失所人口達到1億840萬人，比2021年增加1910萬人，是有史以來上大增幅。不過，在2023年，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是更加多。由蘇丹政府軍甲武裝團體快速支援部隊爆發內戰，聯合國難民署估計，到今年5月，全球被迫流離失所
所人口大约有1亿1千万人。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at flee not to rich countries, but to countries that are either poor or low 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bout 76%. 联合国难民署进前讲，到去年10月为止，保守的估计大约有100万人走离开苏丹。有内乱，苏丹可能也衍生出人口贩卖，也是非法的武器，世界拢是这问题。وضع هناك صعب هسه حاليا ذاته الضرب شغال ليه هسه حاليا السودان بقت صعب مرة 联合国伫6个月内已经向各国呼吁，来筹募大约4亿7千万块美金援助苏丹。不过到即阵，敢若得到1%的资金的援助。格兰迪讲，需要更加多国际资源加责任公平来分担，好这难民会使有尊严回去故乡。另外，联合国难民署也指出，全球46个上界无发达的国家占全球 GDP 无到 1.3%， 确实收容20%以上的难民。为伫黎巴嫩加叙利亚难民营内底，难民讲有联合国援助金被削减，即阵1个月敢若使摕到大约20块美金，相当614块代票补助，而且只用个支付部分的租金，也毋过伊也有4个囡仔爱饲。Our expectation is that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in terms of resources. This year, what we're asking for is close to $3.8 billion in terms of all the frameworks that apply to try to help both Lebanese and Syrian. 为此后面召开会议就无资金，目标是112亿美金，也毋过领导事务官员讲，这目标可能无法达成。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的联准会伫今仔日决定，这个月暂时无要升利息，要结束对去年3月份以来连续升利息升10届，计共已经升28届脚步。不过上新的预测嘛显示讲，联准会伫下半年有可能会继续升利息升2码，要互通货膨胀较早登去到联准会要控制的目标。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15个月，俄军即马损失是真惨重，打算要搁招搁较侪阿兵哥来加入战场。不过即马有媒体报讲，俄罗斯国会即马同意国家和罪犯来签合约，要互愿意上战场的罪犯会当加入这场战争去受战。继续关心欧洲议会伫今仔日通过一份重要文件，这是针对未来人工智慧 AI 系统的法律规范基础，嘛希望会当促进科技创新。法新社即马是报讲，欧洲议会和欧盟27个成员国伫今仔日会针对法律的条文开始讨论，但是年底进前会当达成协议，安尼就当成做全世界头一套 AI 监管的法律。镜头搁转来关心，民进党宣布要征调前北农的总经理吴音玲去参选中华的第3选区，也有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林志杰要参选新竹市。也那台北市的大安区是决定要让互社民党的议员苗博雅来选。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讲，民进党会继续推动民主大联盟。也毋过伫党内有人是认为讲，民进党暗是无人才，对这款做法并无认同。2024团结一致。民进党第一立委的选战打造民主大联盟，虽然讲拄到李正浩和林辉环的替选，但是党主席赖清德嘛是坚持要下党派、下世代、下领域这3个原则来定调。台北市第6选区同意支持社民党议员苗博雅参选。未来我们也会就社民党所关注的，也是民进党所长期追求的，包括居住正义等等的社会议题来共同努力。我的跨党派的背景，跟我长期关注青年世代关注的核心议题，也可以让社会对于民进党海纳百川、求同存异的改革路线有更多的理解。这是民进党的大安区这摆让何苗博雅去选，引起党内不满的声音。台北市议员简素培就先发文表示遗憾，伊讲无认同，而且无法度支持，想要争取提名的国际部主任谢培芬嘛安尼讲。我一直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争取，所以我们也只能尊重。另外，这摆定调红关心的焦点，还有前北农的总经理吴音玲，伊要参选中华第3选区，挑战国民党现任的立委谢依凤。吴音玲讲，2018年北农事件，伊受到真侪攻击，但是佫较侪人听伊，希望伊会当拍破占条条的家族势力，接受乡亲的征召，接受母亲之河浊水溪的征召。
接受台湾价值的征召。另外，新竹市是顶调阳明高大科学学院的特聘教授林志杰，伊是在经和法律的专家，真专业够经验。民进党希望透过这摆新的提名，改变偏疏事件对选情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拢因为抄论文，因的学位互大撤销。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就检举因的指导教授前国安局长陈明通涉嫌违反学术伦理。大伫昨昏表示，经过教评会审议，认定陈明通确实有缺失，也毋过程度是无够爱改聘的坎站，所以决定未改聘。而这也代表陈明通向台大申请退休，可以最后风风光光的退休，而且爽领退休金。台大这样的决议，当然是位于陈明通曾经高居国安局长的高位，否则一个老师他连续几个学生，包含林志坚、郑文灿，他们的论文都被判定是抄袭，而且被撤销学位跟论文，这真的是一个学术之耻。台是强调讲，因已经有深深检讨，对未来嘛有防这款代志搁发生。针对学校有违反学术伦理的系数，因台即马会做委员会去访视。另外，王宏维是对此表示遗憾，认为台无改聘陈明通，这是咧吞论伊违反学术伦理的行为，这是无好的示范。来关心有媒体即马针对总统大选做民调，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清德支持度37.76%排第一，郭文哲占3成排第二，若侯友宜无够3成是排第三。红城国民党的中央即马正着急，有想讲要来接侯友宜的竞选团队，但个国民党的发言人表示，这部分还未讨论到。2024总统大选就要到啊，各党的参选人是赶紧伫备战。根据联传媒上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以37.76%的支持度排头名，郭文哲是头一届占3成，以31.29%排第二，侯友宜是21.87%压后。民调跟股票一样，你知道吗？看看就好了，你不要每天去追那个数字。我跟你讲，民调要投票那天高才有用啊，其他天高有什么用？民调的高低我都参考。也虚心的看待这些事情，侯友宜不怕挑战，不怕困难，会坚定不滑。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压后，今嘛传出国民党党中央晚上要进驻接手侯友宜的竞选团队，甚至由党主席朱立伦亲身做竞选总部的主委。朱立伦主席之前就已经讲说他是最强总教练了，既然是总教练，就应该要帮所有场上的选手规划好最好的，不管是训练的方向，不管是备战的策略，不管是后续的安排。目前没有特别谈论到您这个所谓接手的问题，从中央党部到各地党部，还有我们多社会力连结的部分，还有智库的部分，都会是侯友宜竞选团队最大的后盾。林家兴背回讲，目前并无讲到接手的问题，不过党中央甲各地方党部一定会做上界坚强的幕区，持续合作侯友宜竞选团队继续向前行。有真侪相关的会议，这几天的沟通甲整合，一切拢真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真侪 T 字形的路口，有倒摆要等台岛或者边仔拢有画造化线，有人会直接甲徛过。若高雄就民众因为安尼生全互检举，互开一张900块的罚单。不过这件代志即马伫网络是引起讨论，因为有人认为讲开罚单无合理。画面内底乌多摆徛过白色的造化线，停伫大专区准备要倒弯，却毋知影这个行为是爱食罚单的。高雄一个民众，顶一日经过凯旋四路甲中正路 T 型的路口，因为两段式倒弯的时阵，徛过造化线去互检举。以道路交通条例罚900块，罚单打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不少网友拢认为纠正了伤过头。习惯就是会靠右边之后转进来待转区，但是它在待转区前面现在多了一个槽化线。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3款，不遵守道路标线指示，可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实际去到现场，差不多每一只两段小倒弯的乌多摆，拢徛过造化线。有技术认为讲，既然若违规，就要面对。不过嘛有人烦恼讲，若超工要闪开造化线，可能电倒去后壁的车弄着。
如果我绕出来的话，你看我就跟那台车擦撞了，就按照的规定来啊。根据警方的统计，今年到单为止，这个路口因为无遵守飘线指示违规的案件已经有10件，而且唔但这个路口，真侪体型的路口大转区边啊，拢有未做划线。交通局解说，做划线的意义，就等于是障碍物，是为了降低大转区的乌托拜，去互要直行的车弄到的风险。如果没有办法设置待转的停车弯的话，那因为了避免在待转区可能会跟后方的直行车辆会发生碰撞的风险，所以在机车左转待转区前面会划设桃花线。警方表示，会函请交通局去现场会勘，若认定是无合理，会请采购中心撤销罚单。不过，要是呼吁民众爱遵守道路的标志、甲飘线等等的指示，确保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北挂线顶的彰化县后壁指挥部，伫昨早11点外发生修理冷气的工人摔落来意外，送到病院赶紧装叶克膜急救，即马有恢复心跳和血压，不过人也是无意识，有生命危险。国防部即马是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的原因，即马嘛加强厂商和阿兵哥的公安教育。救护车紧急驶入去彰化县后壁指挥部，军方协助引导，去到这栋大楼头前。10时早起11点左右，一个外包的冷气厂商，也就是27岁姓简的工人，当伫2楼修理冷气，若像无细字去吸到2的电，怎安尼摔落来1楼的涂骹，当场就无喘气，也无心跳。疑似是修冷气的人员在修理冷气的过程中被电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已有人员在实行 CPR， 接手分析确认是欧卡案件之后，我们救护人员给予自动心肺复苏机，就近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军方的人员有甲这个工人做 CPR， 还佫有 AED 电击。后来救护人员到位，有改到自动心肺复苏机，继续做 CPR。后来随送去彰化基督教病院急救。国防部后备指挥部证实营区有发生这件意外，强调专案已经由警方介入调查。冷气维保作业期间，简姓施工人员疑因触电不慎自高处摔落，营区救护人员立即施予急救措施，并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救治。全案刻由警方调查中。心脏外科的团队置放叶克膜完成，那进一步的去检查脑部或其他器官是否有受损。那后续呢，会由我们的加护病房同仁进一步的接手照顾。目前情况还是不是很乐观。院方表示，这个姓简的工人目前由心脏外科 ECMO 小组伫急救，心跳甲血压有转来，不过要是唔知人。后续会检查感受来出血情形，若目前的情形唔是真乐观。后备指挥部讲会全力协助工人医疗照护的代志，除了配合警方理清意外的原因，嘛会甲这件事件列作是案例，强化厂商甲官兵公安的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国科会即马整合咱国内学术研究的力量，和业界即马同齐合作，有打造生成式的对话 AI 体，展现第一阶段的模型。实际上来测试了后，会当家己抓重点，会当翻译，会当写批，嘛会当写文章。目前的表现是真好，特别是伊对繁体中文的处理能力和回答拢真稳定。以生成式 AI 写出来一张批，推荐来台湾旅游的5个一定爱去的景点。台版 ChatGPT Tide 第一阶段7B 模型，唔但风格正确，也详细介绍5个伫台湾无共区域的景点甲特色。我们会去收集各式各样不同的繁体中文语料库，来做一些标注，做一些清洗哈。那同时再找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应用来推广。7B 模型伫喇嘛原型基础上，由台湾的学界专家进一步发展，也佮训练调教。李玉杰教授讲，就是伫替伊补上一寡中文课，即阵实测自动摘要、翻译文本、写批甲写文章表现拢袂歹，尤其是对繁体中文的处理能力，也佮回答是更加稳定。下半年10月份，如果我们取得像 H100 这样的比较好的 GPU， 我们会让这 H100 投入这一个更大模型的训练。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讲，预计今年底用电视具有组织无适当回应能力的13B 大模型。我们也不是应付全部的，我们先把台湾自己需要用的，不能依靠外面的，先把它做起来。所有的行业统统需要，光你要训练做一个 chatbot，
你就有这个东西来帮忙，就会快很多。国科会表示，13笔有训练大模型了后，将是35笔可信的模型，提供予政府机关甲业界来做基础，而且以所有的资料进行微调，发展合乎自信思计划系统。而公部门有算规模就是大票2-3亿，这更需要公私立部门来合作，斗阵拍国际杯。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迪士尼集团即马传出年底进前，咱台湾的11个频道拢要关起来。按算9月底进前会先关掉国家地理频道顶3个频道，若到年底，卫视中文台的另外8个频道嘛拢要收起来啊。NCC 是表示迪士尼集团已经有来申请 ，NCC 表示遗憾，毋过嘛表达尊重。即马风声有100多人会无透露。电视开开来看古装剧也是综艺节目，拢会当伫个卫视中文台来看到。假使讲若是要看到其他国家的野生生态，嘛有部分的民众会选择国家地理频道，不如个迪士尼集团13，因说咧讲，传出讲要伫个年底进前，旗下11个频道拢要退出台湾的市场。迪士尼它调整它的一个资源，把重兵放在它的一个 OTT 的一个平台 Disney Plus 上面。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资源配置的一个策略或是战略上的一个考量。学者认为讲，受到观众群因收看电视的关系，对被动收看甲改做主动选取，加上串流平台当咧来正做观众收视的主流，这必须迪士尼集团固不自将都爱定性调整资源的分配，要甲这个重心甲转去串流平台。根据了解，亲像国家地理频道、关怀节野生频道这3个频道，因干那要做到9月底，那卫视中文台拢总有8个频道，干那要做到年底。NCC 正是讲有接到业者来提出申请要结束营业，表示讲真遗憾甲尊重。那台湾的有线宽频产业协会是建议讲 NCC 应该要适当来放领法规。为什么相同服务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平台却需要受到远较 OTT 平台更严格的规管，而使得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上架的这些频道，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我认为它应该做法规的松绑。协会讲，串流平台的影音输出甲比之传统的电视无受到法规的限制，因的题目取材的跨度较宽，建议 NCC 就爱来放领电视法规，若无未来恐惊讲抑阁有频道会退出台湾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后礼拜就是5日节啊。中华鹿港的国际白龙船锦标赛，因为疫情的关系，进前3天拢停办。今年重新举办，即马计共已经有90多队来报名，有社会组、机关组、学生组，选手即马拢把握最后时间的练习，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鼓声一响，选手动作准备，得到鼓手的口号，整齐白龙船。鹿港每年拢会举办的国际白龙船锦标赛，因为疫情停办3年，今年重新举办。主办单位中华县龙船委员会特别伫比赛进前开放场地，予选手练习，嘛有安排训练组伫现场指导选手白龙船的美感。他讲白龙船吼，计是讲用手。结果是白龙船是爱用腰，腰要出来就要用骹，所以但阮有讲一句话是讲，龙船是讲骹白的啦，就因为骹骨出来，经过腰，才手才扭过。大日头下，选手骨力练习，虽然练甲大粒汗、小粒汗，但是大家愈练感情是愈好。练这袂歹，嘛介趣味，体能嘛变袂歹，同事的感情嘛愈来愈好。足酸的，手，拢足酸的。就是爱教因讲吼，团队伫内底吼，伫船顶吼莫徛起来，吼你徛起来伊会重心吼会袂稳，袂稳吼就较容易会冰船。杨中芬组长表示，白龙船上注重的就是团队的精神，鼓手负责选手爬船仔的整齐度，阿尾会爱控制船仔的方向，负责抢机的人打头都爱知。即阵搁一礼拜就要比赛啊！选手嘛把握最后的练习时间，希望伫比赛摕到好成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台语文刊榜来看，新竹县即摆利用 AI 机器人，互县内计共有71间公立的幼稚园、参国校啊的特教班，这个教室内底拢有 AI 机器人的老师，是利用这个数位教材来互囡仔增加学习的趣味。机器人会晓讲客语、台语和英语，卖当互学生接触无共款的语言。幼稚园囡仔利用 AI 机器人练习数学，还有对着音乐做体操以及跳舞，学生是哪学习哪算。玩了好多游戏。游戏还有呢？讲故事。说故事，好棒！还有呢？唱歌。唱歌。机器人除了会晓真侪科目，补天老师上课的教材以外，机器人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当选择客语、台语、英语。比较弱势的孩子，那其实他们在语文发展方面的刺激会比较少。像我们有越南籍的孩子，好，那他的那个华语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时候，那透过他到语文区去操作开闭，那他的那个语文在1年内就快速的进步。下讲透过机器人，学生唔但感觉上课真趣味，对刺激囡仔脑部发展嘛真有帮助。一方面呢，他孩子的思维他会更广阔。那二方面呢，可以发展孩子的不管是左半脑，我们说理性的或者是科技的，那右半脑呢，他的艺术是让孩子能够更扩展的延伸。让机器人来做老师，这是新竹县新的政策。13个乡镇71间公立幼稚园以及国小特殊教育班，目前总共有7000个学生。自今年开始，每一间教室内底拢有一台机器人老师，希望利用 AI 科技，让囡仔学习更加丰富。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长期是积极咧推广台语文。这届因为新的创意，是规划出一本罗马拼音的绘本，希望透过多样的方式，让更加侪人学会晓台语的拼音，安尼进一步会当了解台语的水。老师带社区时代，甲罗马拼音字搁留一届，念顺了后，因准备要甲这几档所学的罗马字变成多样化，像单文母语，因着设计乃至手甲虎头笔等相关语词，互因较好记。这是新市社内社区向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要出版罗马拼音绘本。时代对色彩调配甲多样设计拢家己来，时代讲完成了后，真有成就感，搁会使小头活出。有的时候比较难懂，透过这个彩绘，让小朋友看得到就一目了然，他都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伊台语文已经上啊要20档啊，非常的成功。咱台南市3档台语文的一个模范社区。社区长期来正面来咧推广台语文，每档上起码会出版一本册。台语老师讲，400档前，咱的先民就已经会晓罗马拼音嘛。要推广阿母的话，爱对罗马拼音先学起。透过这个用图的方式制作呢，互大家感觉较接近的、较亲近的，就讲华语来讲叫易学易用啦，简单学足简单用。老师搁进一步讲，台语若完全拢靠汉语，是无法度解决语言书写的问题，因为台语嘛包括侪外来语，这就是爱用罗马拼音字，才有法度甲正确的发音呈现出来。因望借由这摆创作，互大家通简单来学习。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 PLG 总冠军战第6战，富邦勇士伫主场迎战新北国王。勇士的41岁球星林志杰摕到23分，帮助球队以118比104拍赢国王，完成3连霸。那就是彩带抛下的这一刻了。比赛结束，全场等蓝色的彩带。PLG 富邦勇士队伫主场远洋球迷面前封王，从史无前例3连霸。这场总冠军赛第6战，勇士虽然有听败优势，不过一开始是新北国王一直提分。林高在这个系列赛的3分球命中率今天有了明显的提升。国王外国选手曼尼高开赛3分外钟，包括2粒3分球，总共摕10分。勇士赶紧画暂停，转来了换勇士的外国选手江森回敬一波7比0的攻势。再给强森直接投外线，单节个人第2记3分球。第一节就看曼尼高跟江森伫咧对战，江森直接就摕15分，和球队26比25反超前。第2节换国王的林书慧表现，直接摕19分，冲锋陷阵，而且就拔了，哎呦喂呀！林书伟
半场拍煞勇士56比55领先1分，换兵进攻。第3节看到勇士41岁林志杰发挥，摆脱前5战3分球拢无胜利的情形，直接就单入3粒外线，摕到11分。林志杰顶建以招牌野兽的化声。给到远边的志杰也把一个。林志杰这粒3分球，后半落后2位数的勇士拍到电到领先11分。第4节一开始，勇士搁再一波7比0的攻势，和国防无法度搁再立分。上边富邦勇士118比104赢，完成3连霸。哇，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国王给我们太艰难的一场。每一场胜利都非常的困难，不管老中青三代老得非常拼命，然后中生代衔接的不错，然后新生代进入到季后赛之后打这么好，所以真的非常感动。富邦也正这黄国昌、玉龙丰良加浦原建立了台湾南大史上第4期完成3连败球队。总教练柯正哲更加是第一位2边插队3连败主帅。记者综合报道。电动车虽讲是未来趋势，也毋过价格有较悬，而且充电的时间爱较长，所以有一寡民众也是较介意买加油的轿车来驶。也毋过即马伫英国有一间新创公司，因经过改良研发出充电讲充6分钟就当甲车电池充饱，而且一届会当走250公里。电视空间内底，即只真适胖的超级跑车，雄雄一个看较真出名的牌子 Lotus 真小翔。事实上，研发超快速充电科技的英国新创企业奈伯特，就是用小可改装过的 Lotus 跑车，制作新科技的电视平台。印度的创业执行长施瓦瑞迪，找有化工教授背景的克莱尔格雷，做伙找出会当兼顾快速充电、重量轻，而且车会当驶距离符合需求的电池化合物。另外，电池内部的结构设计嘛是关键。At the heart of our battery are new anode materials that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in a battery, so positive electrode and a negative electrode. So they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and take in lithium ions 10 times faster than what's possible. 目前市面上咧卖电动车，无论是倒一个牌子，除了价格较贵，消费者拢爱伫咧充电时间的长短，还佫有车辆巡航的距离之间做选择。若是想要互车会当走较远咧，就要甲电池做较大粒咧。那安尼充电的时间就要45分，甚至是1点钟以上。产业分析师认为讲，奈伯特公司这款概念车若是会当实现，对电动车的产业会是重要的路站比。There are 3 major challenges to electric car uptake: the cost of the vehicle, th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the worry about the range. Now, potentially, this takes out at least 2 of those 3 by providing really quick charging, and therefore reducing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ange as a result. 250公里巡航的距离，甲其他市面上现有的电动车500-600公里来比，也是差伤远。而且电动车因为安尼，嘛以碳纤维的车身来取代10钱的钣金，安尼嘛会造成安全性的疑虑。当然，电动车的价格，甲同款规价食汽油甲柴油的车来比，是价真贵。这也是汽车产业未来爱解决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24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